不会这样，怎么会这样？唉，没有几天光景了，回去和家人团聚吧。你现在还有什么想做的？趁着现在有力气，赶紧回去做吧。枪，我一个棍儿哪来的枪？凭什么？老天爷，你不公平！你他妈凭什么这么对我？我做错了什么？我只是想活下去，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活着。凭什么连这样的机会都不给我？还有点死。好不开心。检测到强烈且无能的生存执念，抱怨有用的话，地狱早就空了。这什么声音啊？看你这副可怜又可笑的样子，本系统就大发慈悲，给你一个继续当牛马的机会。卖货系统绑定中，绑定成功，奖励新手大礼包，24小时生命。本系统致力于帮助宿主通过卖货任务延长生命，收集正负情绪值，还有额外收入。首次任务，在市中心医院对面卖寿材，每卖出1口，奖励24小时生命。我操！系统卖寿材续命，还在医院门口，我该不会被病人的家属拿刀追着砍吧？生命倒计时24小时。管他的呢，反正就剩最后一天了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狗系统，玩我呢？定价这么高，哪个大冤种会买呀？这哪是卖东西啊，这是明抢！晦气！人心不古啊！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什么黑心钱都赚了。就是啊。哎，小妹妹，看你这样，也就1-2天的事儿。要不要提前买口寿材？只要6个6就能带回家。你怎么说话的？找死啊你！现在的年轻人为了钱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家人们，谁懂啊？这是要火的节奏呀！啊！哎，你干什么呢？赶紧给我走！谁让你在这直播的？啊！我去，刚进来就这么刺激的吗？医院门口卖棺材，这哥们儿是个狠人，真不怕挨揍啊！整活这一块，我墙都不服，就服你。脸呢？不要了！哎，建议原地去世。举报了，举报了！获得嫌弃、愤怒情绪值1000，兑换额外收入1万元。我去，还没开张呢，就有钱到账了，爽！哎，别喊了，喊什么喊？6个6，明码标价，童叟无欺。嫌贵啊，嫌贵就别买啊！这生死大事，心诚则灵，舍不得这点阳间钱，怎么在阴间显孝？我呸！那穷鬼就别学着别人尽孝啊！家人们，我就没有见过这么厚脸皮的人，这红黑属实给他玩明白了。来看看这副嘴脸，
我真的受不了了！赶紧给老子把你这破店门关了去，立刻关掉，不然信不信老子把店给你砸了？家人们，终于有正义之士看不下去了，来教训这个黑心奸商了！砸，给他砸喽！这是大哥为民除害，这种祸害就不该留在医院门口。66万的棺材，他怎么不去抢银行啊？不是哥们，来，我卖我的棺材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啊？哦，你想砸我的店？来，这口棺材66万，你砸，你赔得起吗？啊？呸！就你这堆破烂玩意，66万，哪个不商业家伙会买？家人们，听见了没？这个家伙简直太嚣张了！穷疯了吧？这种钱也赚？就你今晚就用得上？地址在哪？我现在就过去提前行动。艾特平安中州，不管，这不明摆着诈骗吗？看他那病殃殃的样子，怕不是自己快用了才这么急呀？恶心！呸！获得愤怒、嫌弃情绪值1万，兑换收入10万元。才这么一会儿就赚了10万块，妈的，尽情骂吧，骂的越多越好。不行，我得再给大哥拱拱火，这可是我的摇钱树啊！哎，你走什么呀？你不是要砸吗？怎么不砸了？你直接进去砸，你不砸，我瞧不起你。松手！信不信我揍你？揍我！来，我随打，往这打！来，正好我还剩晚期，也活不了1、2天了。来，打我，看我不饿死你！来。这不是苏氏集团总裁苏清婉吗？他怎么来了？听说中州首富苏远山病危，估计是来见老爷子最后一面。这东西怎么卖？不是吧？还真的有人去买啊？这有钱人的世界还真不懂。随便看。婉婉呀，爷爷以后要是走了，你千万别听外面流行的那一套，搞什么火葬，烧得干干净净，多没意思啊！爷爷还是更喜欢老传统，入土为安嘛。棺材嘛，要楠木的，最好上面再刻一条龙，气派。到时候爷爷躺在里面，也过一把当皇帝的瘾。爷爷病危，我却忙着处理工作，连爷爷最后一面都没见着，真是不孝。他最后的遗愿，我一定要替他完成。这口棺材多少钱？程慧，6个6一口。你想钱想疯了吧？你怎么不去抢？小姐啊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这可不是普通的棺材，你看看这材质，可是正宗的千年楠木。你看看这工艺，这木雕龙，五爪金龙。你看这龙眼，可是传说中能安魂定魄的宝石，每一颗都价值连城。你说老爷子躺在里面能不安稳？能不舒服吗？这必须是福音后代。好，就要这口龙门棺，我买了，收款吧。慢走啊，注意安全啊！恭喜宿主首单交易成功，奖励24小时寿命，剩余寿命40小时30分21秒。我靠，还真的续命，有救了，有救了！我去，
还真让你这家伙赚了黑心钱了。呵呵，别高兴得太早，等苏总反应过来，有你哭的时候。哎，散了散了。去。苏庆文，你这唱的又是哪一出啊？我来给爷爷送棺材，赶紧让开！棺材？哼，婉婉，你就别添乱了。我们已经联系好了殡仪馆，一切按照最高效、最现代化的流程来火化。你弄一个土里土气的破棺材，不仅耽误事儿，还占地方。就是啊，姐姐，现在谁还用土葬啊？又占地方，又不环保。爷爷他是个开明的人，肯定也会支持火化的。你这不知道从哪个封建迷信摊子上弄来的，赶紧退了吧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。你胡说！爷爷生前亲口跟我说过，他喜欢土葬，要楠木，要龙纹。这口棺材就是按爷爷的心意买的，赶紧让我进去。进去？哼，可以啊。老爷子走得急，在遗嘱立得很清楚，集团所有股份都归我们所有，我们会给你留一笔钱，够你生活所需了。你把这放弃继承权的文件签了，你想给他换什么样的棺材，都随你。不可能，爷爷根本不会立这种遗嘱。难道他才刚过世，你们就想夺权？婉婉，我们这也是为了你好呀，管理公司多累呀，不适合女孩子。拿着钱去做喜欢的事儿，难道不好吗？就是啊，赶紧签了得了，别在这儿浪费时间。好，苏氏集团我可以不要，但这口棺材是爷爷生前唯一的念想。今天，我无论如何也得给他办了。可以了吧？赶紧张开！爷爷，对不起，婉婉来迟了，没能见到您最后一面。爷爷，您怎么说走就走了呀？您不是说要看着婉婉把苏氏集团做得越来越好，要看着婉婉结婚，要抱重孙的吗？您骗人！你说话不算话。苏总，请节哀。爷爷，您说的寿材婉婉都记着呢，要楠木的，有龙纹，婉婉给你买回来了。来人，小心点，请爷爷入棺。出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陪陪爷爷。总算是迈出去一口了，又可以
多活一天了。寿命倒计时由40小时5分08秒变为16小时5分08秒。哎，怎么还变回去了？警告！警告！长寿关关键组件龙眼缺失，导致尸体发生异变，奖励收回，装回龙眼即可恢复奖励。什么？鬼叫什么？苏清婉，你又在搞什么？怎么会？老爷子怎么会是这个样子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苏清婉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！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你这个丧门星、扫把星！我就说这个棺材来路不明，邪性的很。你就是想让老爷子死了都不安生，变成这副鬼样子。你真是好很多的心肠呀！太可怕了，姐姐，你从哪弄来的这鬼东西啊？你是不是要害死我们全家呀？苏清婉，亏老爷子那么疼你，你竟然买这种东西来祸害他的阴体，你简直不是人，是畜生！还愣着干嘛？把他给我绑起来，捉出苏家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住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住手！放开他！怎么变成这个鬼样子啊？死骗子，你还敢来？你看看你把我爷爷都害成什么样了！苏小姐，是龙眼掉了，把这个安上去，安回去就好了。好啊，原来是你这个江湖骗子，果然是你和苏清婉早就串通好了，弄来这妖邪之物坑害我爸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拉出去，往死的打，顺便砸了他的店。哎，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把这个安到龙眼位置上，信我！信我！哎！怎么，我的好姐姐，你该不会真的相信了那骗子的鬼话？就凭着破石头珠子也想救爷爷呀？不，你简直无可救药！快把那疯女人给我拉开呀！把那邪门破棺材给我盖上，顶死，拉到火葬场烧掉呀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这就是那个高价棺材铺，给大家看看这个奸商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不是哥们，我自己能走成这样，多不雅观啊！死骗子，还敢害我们老爷子，真是活腻了！看我不打死你！我操！哎呦，打得好，打他！我就是他高兴的走了吧？堂堂苏氏集团负责人，这么好骗？你看，这不报应来了吧？打得好！这种发死人钱的黑心贩子，就该往死里打！活该！在医院门口卖棺材，还卖天价，良心都黑透了！录下来，录下来，必须曝光这种社会渣！别打了！停！苏远山好评加50，兑换额外收入5万元。不是，这玩意还有好评？等等，苏远山，他不是死了吗？这老爷子不会是在地府刷的好评吧？这小子嘀咕什么呢？管他呢，继续打！该打！哎呀，打得太惨了！来，笑一看，打，用力打，随便出汗。舒服了，这种人就是欠收拾。你看他那是什么样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，把这棺材板也给砸了，让他自己躺进去。住手！你们给我住手！你们不许打他，他是我的恩人。你们不许打他，他是我的恩人。这不是苏小姐吗？她怎么来了？
不知道呀，但他说这小子是他什么恩人，该不会是有什么反转吧？你没事吧？我真的特别感谢你。我爷爷他躺了你做的棺材之后，心跳复苏，居然又复活了。我的乖乖，躺个棺材还给人躺活了？天大的笑话！死人能复活？我呸！骗谁呢？3岁小孩都不信。就是，不拉倒吧，搁这儿骗人呢？该不会是这小子的托儿吧？苏小姐，你是悲伤过度出现幻觉了吧？家人们，听到没？真是太炸裂了！躺个棺材居然还能复活！大型诈尸现场直播，太扯了！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！复活，短剧都不敢这么拍。这女的绝对是托儿，长得挺漂亮，可惜了脑子。主播快怼脸拍，看他们怎么圆。坐等打脸，坐等骗子现原形。来，我们把镜头给到苏小姐。震惊情绪值加5000，兑换额外收入500万元。我去，又是500万到账，这系统真是神了！既然如此，我得给他们整个大的，狠狠赚他们一笔。你干嘛？你别乱来！我跟你说，你不是哎，扯淡！不信？离谱！你们是不是都觉得老子是骗子？你们是不是都觉得苏小姐是疯子？好，很好，我今天就要给你们开眼界，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奇迹。走啊，去灵堂，是爷爷们的都给我跟着。我操，这么狂，该不会是真的吧？不是楼上的你还真信啊？包打脸的，去就去，怕你啊！坐等打脸，兄弟们冲！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刺激！去看啊，跟着我去看啊！不跟我去看的都是老子孙子！主播快跟上，镜头别抖哎！哎，我的妈！真是太嚣张了！去就去，谁怕谁？我就不信这个邪！兄弟们，走！我倒要看看，稍后他还能不能嚣张得起来。到了，就是这儿。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，眼睛给我睁大了，一会儿别眨眼啊！不是，哥们儿还敢嚣张啊？我倒要看看你等会儿怎么死！忽悠谁呢？这要是真的，我直接直播徒手皮榴莲，不戴手套的那种，好吧？冲！别磨叽了，给我进去！你给我站住！不是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！你往哪儿跑？哎呀，爸，你冷静点啊！爸，别打了，都是误会。爷爷，我错了，你别打了。我让你们欺负婉婉，我让你们趁我不在夺家产，我让你们盖离主，我让你们连一口好棺材都不舍得买，我让你们火化。老子还没死透呢，你们就敢这么嚣张？火了，真火了！诈尸了！哦，不对，这比诈尸还猛，这是满血复活呀！妈妈，快来看神仙！苏远山牛逼！刚才骂骗子的，出来走2步，脸疼不疼？我去，直播间破10万人了！我要火了！我要火了！爷爷，您这是干嘛呀？您才刚醒过来，这……婉婉，别担心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哎呀，小伙子，多亏了你那口棺材呀！要是没有它，我现在真的见阎王爷了。现在好了，自从躺了那口棺材啊，我呢是腰不酸了，嘿，腿不疼了，
身体啊倍儿棒。爸，他就是个骗子，你别信啊！你给我闭嘴！你这个逆子！从现在开始，苏氏集团所有的股份我都转给婉婉，包括我名下的那些财产。你们今后要是再敢做出对不起婉婉的事，我就把你们逐出家门。爷爷，你把家产都给了姐姐，那我们怎么办呀？是呀，爸，那你让我们怎么活呀？给我滚！不然我马上把你们逐出家门！一群不孝子孙，我看见你们心就烦！滚！破亿了！破亿了！浏览量破亿了！现在弹幕全都是说要来找你的人。哎，已经有人到门口了。地址在哪儿？神了！我要买棺材！大师等我！就是他，就是他！我要买你的棺材！我也要！我要买你的棺材！我也要！救我呀！连长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王主任慌慌张张的，成何体统？苏远山他活过来了！什么？王主任，你可不能胡说呀！苏远山是我们亲自会诊确定的癌症晚期，那器官都衰竭了，而且还是你亲自宣布的临床死亡的，这才过去多久呀？是真的，千真万确，外面都传疯了啊！快通知所有专家，5分钟之内到会议室集合，快去啊！这啊！到底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可能？他的肺功能已经彻底衰竭，心跳停止呼吸已经超过1个小时，是我亲自确认的呀。这癌细胞广泛转移，多器官功能衰竭，这根本没有生还的可能啊！邪门，这太邪门了！我从业20年，没见过这么邪门的事儿。这苏远山可是中州首富，现在在外面医院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们医院……够了！到底谁能告诉我？查！给我立刻去查！卖我！等一下，兄弟啊，这一口卖我！去，还对去，兄弟，卖我！哎，停！别急，一个一个来，快排队！走！恭喜宿主第10单交易成功，剩余寿命278小时5分28秒，震惊值加3万，兑换额外收入3000万元。发财了！系统，爸爸，我爱你。我打听清楚了，我们医院对面有个棺材铺，这些家属都是在那儿买的。闹呢？医院对面开棺材铺，这也太缺德了！太邪门了，这棺材保不齐有什么问题的。现在外面的人都说我们医院是庸医，不能再让那个骗子继续妖言惑众了，否则我们医院就完了。阿强，我们说好一起打下整个中州，说好了金盆洗手那天在南阳买个岛晒晒太阳钓钓鱼，你他妈怎么就先走了啊？留下我一个人。当时在码头，要不是你为我挡了那一刀，现在躺在这儿就是我。你这混蛋，总是这样。老大，你看看这个，强哥说不定还有救。这棺材真有这么神奇？带强子过去，快！别急，一个来，钱都有份，都有份。算了，干什么呢？赶紧离开！赶紧把你这店给我关了，否则对你不客气。
不是哥们，我在这里卖我的棺材，关你们什么事啊？还有，这整条街都在卖东西，你们怎么不管啊？废什么话！让你关店就关店，别逼我动手打你啊！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，这条街这么多人卖东西，没见你们去管，跑到这儿来耍什么威风？再说了，人家愿意卖，我们愿意买，轮到你们在这儿管这管那的。就是，有多远管多远，别耽误我们买东西。我妈还等着救命呢，要是耽误了，我要你们陪葬。你看见没？人家都自愿的，赶紧走，别耽误我做事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你们还相信他这破烂玩意儿吗？就是，他这些东西都是骗人的，大家要相信科学。我看你们就是嫉妒人家大师才来这捣乱，赶紧滚开，别耽误我们买东西。干什么呢？哎，这医生都下场辟谣了，这该不会真是个骗子吧？哎，不是啊，我只是……各位市民、各位朋友，请大家保持冷静，千万不要被这种封建迷信的骗子给蒙蔽了。要不我们先别买了吧，看看情况再说。哦，原来是医院救的人，我就说嘛，棺材怎么能治人呢？这骗子真可恶，差点上当了。哎，我作证啊，大师卖的东西可都是真的。我爸眼看着都要断气了，在大师卖的棺材里躺了一下，立马就生龙活虎，像年轻了10几20岁一样。对，我奶奶也是，都咽气儿了，躺着这棺材硬是活了过来，走起路来像跑一样，贼精神，绝不可能是巧合。看见没？我这都有活生生的例子。好家伙，动手！我狠狠的打！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怎么能打人呢？还有没有王法？哎，你们这群庸医呀，我看啊，你们就是嫉妒人家大师，才来没事找事。大家说对不对呀？对呀，就是。王法，在这里我说的那就是王法。把他腿给我卸了！住手！住手！这不是黑龙会会长吗？他怎么来了？听说龙爷的兄弟去世了，估计听说了这边的事儿，想过来试试吧。哎，老爷，您怎么起开？听说你这棺材能够让人起死回生，只要你把我这兄弟救活了，你就是我龙某人的大恩人。我龙某人必有大礼奉上。以后这中州地界，谁要是敢不给你面子，我就让他看不见明天的太阳。哎，老爷，您可不能听信谣言，那都是骗子骗人的。那些人都是我们医院救的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哎呀，不就是起死回生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老爷，只要让他来我这棺材里面躺一下，我保证立刻让他生龙活虎的活过来。老爷，您看看，他还在这妖言惑众。强哥已经去世1天多了，这怎么可能救他回来？他这棺材要是有用的话，那要我们医院干什么？哎呀，老爷，你就放100个心信我就行了。只要让你这个兄弟到我这棺材里面躺一下，我保证能还你一个能喘气、能霸娘、无论个儿的兄弟。这样最好。但是你要是救不回来的话，我就让你给我兄弟陪葬。嘿，放心，老爷，我这就给阎王爷打电话，要他放人。这怎么回事？怎么没反应？这就是你说的起死回生啊？耍我龙某人玩？这不应该！前几回都是放进去，立刻就活蹦乱跳了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，找地方活埋了！哎，等等，龙爷，我只……龙爷，计时快到了，不能再耽误了，赶紧让强哥入土为安吧，不要为了这个骗子误了强哥最后一程，不值得啊，龙爷。好。很好，小子，算你走运。等我送我兄弟上完路，再回来收拾。宏观是。
开棺，去墓地。骗子，果然是骗子，装不下去了吧？差点就上了他的当了。还得是龙爷，一眼就看出他是假的，差点误了人家下葬，真是缺德蛋冒烟。大家都看到了吧？事实胜于雄辩，科学究竟是科学。前几次只不过是他家猫碰上死耗子，窃取了医院的成果罢了。兄弟，走好啊！等等，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龙爷，节哀吧，强哥他也。龙哥，你大爷的！我这还没死透呢，你就把我埋在这儿了？你是不是嫌我吃的太多了？我差点在里面闷死了我！兄弟，混蛋好兄弟呀！是个混蛋，师哥对不起你啊！我差点就活了就好，活了就好啊！兄弟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以后咱们兄弟俩的江山一起做。不是龙哥，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记得我替你挡了一刀，然后我眼前一黑，哎，醒了就在这木盒子里头了。是这棺材，是这口棺材，还有卖这棺材那个大师，是他把你从阎王爷那拉回来的。神医呀，官神，他就是官神。快备车，我要亲自去感谢恩人。你们带着强哥去休息，走。住手！龙爷怎么又来了？估计是想亲自收拾这死骗子吧。龙爷，您怎么回来了？您放心，这种骗子根本不用脏了您的手，我们医院正在替您教训他。哎，放肆！谁给你的胆子动我的恩人？刘大师，您没事吧？啊？没事。恩人？不是，这什么情况？之前还说要让这个死骗子给他的兄弟陪葬，怎么才这么一会儿就成这样了？谁知道呢？怕不是伤心过度，把脑子烧坏了吧？刘大师，啊不，恩人，对不起，我龙某人有眼无珠啊，错怪了您。我那兄弟阿强活过来了，要不是您，我差点就亲手活埋了我的兄弟。你可是我黑龙会上下大恩人啊！啊，活了？活了，活了就好，活了就好。吓死我了！活了？不是，这棺材真的在阎王爷那抢人，邪门，真是太邪门了。刚才就是你们几个王八蛋动手打的刘大师。老爷，不关我们的事，是他指使我们这么干的。对，就是他嫉妒刘大师，才让我们来砸场子，我们也是身不由己啊。不是你们，完了，全完了。来人，把他带下去，切了他的腿。哎，龙爷，我错了，饶了我，龙爷。带走！龙爷！呸！活该，就知道抢夺，差点害死一个人。你们这帮庸医啊，早晚就会有人收拾你一下。就是，要不是刘大师，那个大哥就被耽误了，还主任呢。我看就是害人精。我早就说了，刘大师呀是有真本事的。他们这群人完全是因为刘大师挡了他们的财路，才不要脸的诬陷刘大师。客户死亡时间过长，棺材生效时间延长，奖励延时发放，
恭喜宿主获得24小时生命。我说系统爸爸，下次有这种事情能不能提前给我打声招呼？还好我命，我差点被他们当骗子打死。刘大师，这块令牌，请您收下。黑龙会见此令牌，如见我本人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黑龙会最尊贵的客人。在中州啊，有需要，只要您一句话，我黑龙会定会鼎力相助。累死我！人总算是走完了。哎，看看今天赚了多少钱！我操，5500万！发财了！系统，你真的就是我的亲爹，以后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。你说说，这个棺材能让死了3天的人都能救活回来，那我的癌症岂不是？检测到宿主正在作弊，本系统物品仅对任务目标生效。宿主寿命，请通过努力完成系统任务获取。不是，这么智能的吗？哦，我卡帕克也能被检测出来。哎呀，算了，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完成任务续命吧。各位朋友，各位老板，最后一口镇店之宝，就这一口，我相信效果大家都已经知道了。这废话不多说，价高者得，底价100万，现在开始。卖给我，我出150万。150万也拿得出手，我出200万。你俩别争了，两个穷鬼，我出300万。谁是穷鬼？出400万。成交。等等，都给我停下！刘鑫，你可以啊，在我的铺子里搞这种名堂，经过我同意了吗？就是，在我们家铺子卖东西赚了这么多钱，是不是得给我们分一份啊？我们家铺子风水这么好，才让你走了狗屎运。没错，把卖棺材的钱分我们一半，否则我们就不租了，立刻给我滚蛋！哼，你们3个也太不要脸了吧！人家凭本事挣的钱，关你们房东什么事儿？眼红病犯了吧？还要不要脸？恭喜宿主，第1阶段任务完成，阶段奖励发放，宿主体内癌细胞死亡10%。扩散速度降低20%。第2阶段任务即将开始。我靠，系统奖励这么好，那我再完成几个订单岂不是有救了？有救了！你嘀咕什么呢你？要么分钱，要么滚蛋！这个铺子呀，不要麻烦了，你的铺子我不租了，押金也不用退了，就当是我赔给你们的。什么？各位兄弟，各位老板，咱们江湖再见。这第2阶段任务开启，在健身房门口卖炸鸡，每套定价8888元，每售卖1套奖励12小时寿命。啥？让我在健身房门口卖炸鸡套餐，让那些健身猛男吃这玩意儿，还卖
8888块，哪个大园主会买啊？瞧一瞧，最新款的健身补剂多诺套餐，高热量、高满足，专治健身训练后的各种身心疲惫。肌肉练得那么大，不犒劳一下，对得起自己吗？快乐水配炸鸡，这才有人生意义。不是哥们儿。你这是在搞什么新的行为艺术吧？我说兄弟，你还真是个人才啊！健身房门口卖炸鸡，8888一份，你这鸡是吃人参长大的。就是，哥们儿啊，你走错地方了吧？隔壁金融街或许有冤大头，我们这儿啊只认鸡胸肉跟西兰花。走。哎，别走啊！没眼光。来，看一看，瞧一瞧，有没有人想尝尝我的炸鸡套餐呢？哎，哥们，你这肌肉练得不错呀，训练这么辛苦，要不要来一份炸鸡套餐？这可是我的独家秘方，蛋白质爆表，吃一份堪比训3天，只要8888就可以了。有病吧你！这滚一边去！哎，这都一个上午了，一份都卖不出去，这可怎么办？3年，我计划了整整3年的夺权计划，眼看就要成功了，竟然被一口破棺材给毁了。害得老子差点被赶出家门，那卖棺材的小子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别再让我碰到他，否则……老板，那个在健身房门口吆喝的家伙是那小子吗？好啊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下车。小美女，要不要来份炸鸡呀？哎，阿姨，让小孩来尝一口不？免费的。我快不行了，都这么久了，一单都卖不出去。系统爸爸，你能不能换一个任务啊？5个小帅哥。要不要来一份炸鸡套餐？这个炸鸡可是我专门为你们定制的，超级好吃。不是，我招你惹你了？你打我干什么？你还有脸问？要不是你那破棺材，我怎么会被老爷子责罚，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苏家的财产又怎么会全部落到苏清婉那死丫头手上？给我打，往死的打！别打了！给我住手！滚！你没事吧？要不要紧？没事儿。苏明远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苏清婉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教训这个骗子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赶紧滚开！他可是爷爷的救命恩人，你敢这么对他，爷爷一定会把你赶出家门。你少拿老爷子来压我，等他断了气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走。
你没事吧？你脸色好像有点差，还穿成这样。我没事儿，谢谢苏小姐替我解围啊。对不起啊，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会被他们报复。哎，没关系，我皮厚得很，贼耐打。你都这样了，还皮呢？话说回来，你不是在卖棺材吗？怎么跑到这儿卖炸鸡了？你还卖这么贵，哪个傻子会买呀？这一言难尽，反正我今天必须全部卖完它。老板，这个怎么卖啊？哎呀妈呀！哎，兄弟啊，你咋搞成这副样子啊？不过还好你遇到了我，只要吃了我这炸鸡，我保证让你满血复活。只要那能补充能量吗？绝对超乎你的想象。好，我买，扫码。好嘞。来。恭喜宿主首单任务交易成功，奖励寿命12小时，剩余寿命30天15小时18分钟。耶！算是卖出这一份了。你没事吧？啊，哎，你要不要也尝一个？不用了，拜拜。大家快来看，还真有傻子买啊！我去，一整只炸鸡加可乐，周小胖你疯了吗？刚练完就吃这个？你今天练点消耗，还不够这炸鸡一条腿的热量。可以啊，周小胖，不管你破摔了，准备朝相扑方向发展了吗？我看他也是没救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围在这干嘛？教练，你快看，周浩他刚练完就吃炸鸡和可乐，而且还到健身房来吃。你的话他是一点都没听进去啊！周浩，我对你实在太失望了。我告诉你多少次，饮食控制，饮食控制。你看你这体脂率又高了，还吃炸鸡，你这样吃下去，一辈子都死胖子。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教练，我就是很想吃。吃，就知道吃，看见就来气，滚出去去！唉，没救了，彻底没救了。还围着干嘛？锻炼去！干嘛？吃啥了呀，周小胖？哎呦，还来劲儿了！怎么，你还想退休？一边玩去，别打扰我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自不量力，小心压死你！运气好。什么鬼？这可是100公斤，他平时推个杆都费劲。不是，他这是要干嘛？不会还要加片吧？140，160，180，我的天，疯了吗？他要举180公斤，炸裂，真是太炸裂了！周浩，推这么大的重量，你会受伤的呀！不是，
他不会真能给举起来吧？怎么可能？这可是180公斤，教练都举不起来。哇！不可能！这都以最快速度跑了半个小时了，一点汗都没流啊！498、499、500！我去，又打破记录了！啊！198、199、200，又破纪录了！健身房所有记录全被你破了，我是彻底服了。大神，请收下我的膝盖。请收下我的膝盖。炸鸡，牌子8888，有病吧你？这年头啊，什么人都有，想钱想疯了吧？昨天在这卖了一整天才卖出去1份，这系统的破任务该怎么完成？家人们，哎，猜猜我现在在哪？猜猜我又碰到谁了？这不是之前在医院门口卖棺材的刘星吗？来来来，打个招呼。家人们，猜猜他现在在健身房门口又在捣鼓什么玩意？又是这哥们儿，我愿称他为整活大师。嚯，炸鸡！我操，真是你啊，哥们儿！阴间使者改到热量恶魔了。棺材到炸鸡，这业务跨度挺大的呀。来，给家人们看看什么样的炸鸡能卖。我又要火了。这炸鸡是下蛊了吧？吃了能原地飞升？家人们，点赞，点关注。哎呀，明显是炒作，哗众取宠，举报了。谁买谁傻逼，智商税缴大数。质疑值加2000，兑换收入2万元。哎呀，又有钱到账了，爽！不行，我得让他们质疑的更狠一点才行。我呸！你们躲什么呀？有眼无珠。我这可不是普通的炸鸡，而是采用上立法，再融合现代高科技营养学，采用7749种珍贵食材，经过9981道工序精心烹饪而成。这一口下去，补充元气，激发潜能，让你体验超凡入圣的感觉。我还亏本卖。哥们儿，你这吹牛逼的本事可比你卖炸鸡的本事强多了呀！不去写短剧，可惜了。哥们儿，你真是太能挣活了！哎，别卖炸鸡了，跟我干直播吧！我愿称你为天生的主播身体，我要火了！还上古秘方，你咋不说太上老君炼丹炉里考的呢？戏精本精了，属于是亏本卖，我信你个鬼！糟老头子坏得很！举报了，虚假宣传！主播快离远点啊，我怕他待会儿炸了。骂吧，继续骂！你们骂的越多，我赚的越多。怎么是他？难道炸鸡出问题了？哎，你干嘛？你别过来啊！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大师，恩公，你的炸鸡太神了，太牛逼了，太牛逼了！看见没？人家都说我这炸鸡牛逼，你们还不赶紧买？过了这村就没这店。不是，还真有冤大头买你这破烂玩意儿啊！家人们，事情好像有反转哎！这哥们谁啊？演员就位了，托儿，绝对是托儿，演技略显浮夸啊！剧本虽迟但到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笑死，为了火真下血本啊，还挺缺演了。哟，这
是托吧？下本钱了吧？兄弟，你这当托多少钱一天呢？带我呗！我不是托，不是托，我真的买了。昨天在我买大师的炸鸡之前，我虚弱无力，被人瞧不起，被教练骂废物，被队友叫小胖墩儿。可是我自从买了大师的炸鸡之后，我在健身房180公斤卧推连做10组，跑步极限速度30分钟，俯卧撑500个，俱乐部所有的项目我都打破了记录。我感觉我现在的力量能打死一头牛。这都是大师的炸鸡给我的力量。180公斤，你咋不说你能举起地球了呢？吹牛不上税是吧？现在这剧本越来越离谱了。散了，这就是他们自导自演的闹剧。大师，给我来份炸鸡。我也要。给我来份炸鸡。大师，炸鸡还有吗？我要一份，我说10万。我也要一份，我刷卡。走开，我下来了。求求你，大师，卖我一份吧，我把健身卡卖了都买。刚是谁质疑大师的？给我滚，别挡道！大师救我狗命！别急，别抢啊！一个一个来，全都有份儿。什么情况？这么多人？什么鬼？疯了吧？8888的炸鸡，这么抢手？我操！家人们，疯了！都疯了呀！我去，啥情况呀？这炸鸡真有那么神？这么多人抢，全是托，这他妈得请多少人？不像啊！那个猛男我见过，是丽美的大老板，他身价上亿，需要当托。别人那个也是个网红健身博主，他也得抢。难道老板说的是真的？哎，快主播，帮我也抢一份，我转账快呀！我也要！排队！恭喜宿主卖出30份炸鸡套餐，奖励寿命360小时，剩余寿命44天13小时35分。又可以多活15天了。加速！跟上，速度！以为你是没吃饭吗？吃的饭都跑哪去了？速度是越来越慢了，起跑反应垫点，途中跑垫点，冲刺还是垫点。下次要还是垫点的话，就给我收拾东西滚蛋！老板，那个，老板，你这个炸鸡真的像他们说那样，可以激发人的潜能？哎呀，包的兄弟，不信你问问他们。兄弟，相信我，绝对真！我从来没有感觉像现在这么好过。这根本不是炸鸡，是鲜蛋！怎么样，兄弟，要不要来一份？这效果不好，直接来找我，我10倍退给你。好，我来一份，8888块。多谢恩公。Yes， 又成功卖出这一单。哟，李瑞，你这是知道自己要被开了，开始提前庆祝了啊？炸鸡，哥们儿，你没事吧？这要是让教练知道了，还不得扒了你层皮？这啥牌子的炸鸡呀？闻着还挺香，多少钱？这不是普通炸鸡哦，这难道是镀金的？
这是我花很大代价买的能量套餐，据说可以极大的提升人的体能和爆发力。这是我刚才在健身房拍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李瑞，你他妈训练把脑子练傻了吧？这鬼话也信？8800，你花8800买一盒炸鸡？哈哈，天哪，你真是我见过最大的冤种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这视频一看就是请的托，演技这么假，你也信？完了完了，李瑞不仅成绩差，现在智商也欠费了。赶紧退了吧，趁还没吃。教练要是知道你这么蠢，不用等下次测试，现在就能让你滚蛋。吵什么吵？一个个的，不过去训练，围在这干嘛呢？教练，你来的正好。你看看李瑞，一天天不想着怎么好好训练，净想一些歪门邪道。他花了8800买了一盒炸鸡，说什么吃了能提高人体潜能，你说好笑不好笑吗？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我有没有说过，训练期间严禁使用各种垃圾食品，高油高脂，消耗状态？你把我的话当放屁？藏？你还敢藏？好啊，李瑞，我是小看你了呀！烂泥扶不上墙，一次次的垫底，一次次的突破下限。现在好呀，你开始破罐子破摔了呀！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，带着你的垃圾给我滚蛋！你被开除了。教练，不是这样，你听我解释。没什么好解释。你们都给我看好了，这个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，一天不想着如何提高自己，净搞这些歪门邪道，自甘堕落，无可救药。你们谁要是敢学他，敢碰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那就是下场。听到了没有？听到。走，再到训练。走，训练。你把那啥起跑调整一下。吼什么吼？你还在这磨蹭什么呀？非要我让保安把你给扔出去吗？教练，我没有错，这炸鸡真的有用。这个位置教练，这一次让我证明给你看。证明？你拿什么证明啊？就凭你这满嘴油，还在地上的垃圾证明吗？滚！你干什么？你反了你！教练，就一次100米。如果我这次没有突破，不要你赶我走，我自己爬出体育场，永远消失。如果突破了，你要像你刚才的行为向我道歉，并收回干出我的决定。好，李瑞，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行，我就给你这次机会，让你死的明明白白的。去赛道。走。装模作样的。我倒要看看能有什么不一样。预备！我去，这么快的反应，我没看错吧？这是李锐的速度。9秒80。教练，我成绩多少？9秒80，不跑的。
这不可能，幻觉，这一定是幻觉，怎么可能呢？9秒8，怎么可能？参加奥运会都可以拿奖牌了。炸鸡，那炸鸡，那老板在哪儿？快告诉我，立刻马上带我去找他。多少钱？多少钱都买。我们整队，不，我们整个省队都买啊！哇！又来尝我们堕落套餐了。啥？停！就是他！老板，你这个炸鸡真是太神了！有没有啊？再给我来一份！哦不，我要10份！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插队啊！排队去！我们都排了1个小时了。就是，还有没有公德心啊？想要买去排队啊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兄弟，你看大家都在排队，我不可能为了你一个人破例吧？来。不好意思啊，这就最后一个了，卖完就没了。我的，这个是我的，哎，给我，我的，老板，给我吧，别跟我讲，这我能告诉你们，我这，喂，注意，小心！喂！97、98、99、100。爷爷，你干嘛？你快起来！哦，婉婉回来了。哎，爷爷，铁这才刚出院，医生都说了，您需要静养。静养？静养什么？你看爷这身体啊，棒着呢，比生病之前还要好。婉婉呀，你是不知道，自从爷爷上次用了那个小伙子的那个那个素材以后啊，我这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的好，感觉就像回到了10年前啊，不，回到了20年前，浑身啊有使不完的劲儿。哎，好的，但是您也不可以剧烈运动。对了，上一次啊，光顾着收拾苏明远那个逆子去了，都没有顾得上好好感谢那个小伙子啊，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。3天后就是我的80大寿，你赶紧的，务必把他请过来，到时候我要当面的好好感谢他。好的，爷爷，我这就去找他。哎呀，大师，炸鸡还有没有？给我来1份。不好意思啊，都卖完了。可恶，又来晚了。哎，那是我的。刘先生，苏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最近生意怎么样？好，特别好，直接卖爆了。那就好。哦，对了。之前多亏你救了爷爷，3天后他过80寿宴，特意让我来请你，想当面给你道谢。我去合适吗？又可以多活1个月了，还有5000万到。系统，你认真的吗？在人家80大寿门口卖钟，还卖888万8888块，送钟
宋忠谐音宋忠，你是嫌老爷子活得太久，特意派我去添堵，还是说你是嫌我的命太长，让我去作死啊？你要是不敢去，我就让爷爷亲自来你的摊位上请你。去！哎呀，我去！谢谢苏老爷子和苏小姐的邀请，3日后我保证准时到达现场。这还差不多。系统爸爸，你还真是个老六啊！下次能不能给我安排一点阳间的任务？请坐，请坐。老爷子，恭喜恭喜！哇，好，恭喜恭喜！小刘怎么还没来啊？娃娃，你去看看小刘到哪儿了。好的，爷爷，我这就去。哎，狗系统，今天不会坑死我吧？今天该不会被他们打死吧？那上是什么？闹钟？我没看错吧？这年头找死的方式都这么清奇。在苏老八十寿宴门口卖闹钟，这是提醒老爷子时日不多，该起床了吗？哟，888万一个闹钟，这闹钟是镶钻了，还是能穿梭时空啊？这哥们儿怕不是来贺寿，是来说相声的吧？行为艺术也没这么离谱呀！来，兄弟，要不要闹钟一个呀？这特制贺寿钟，寓意寿终长鸣，福寿绵长，只要就能带回家了。滚开！保安，赶紧把这疯子轰走！太晦气了。先生，请你立刻离开这里。哎，我可是受苏小姐邀请参加的宴会，这可是情节。哈哈，顺便做点小生意了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这可是我请柬。别装了，看你这身破烂，怎么可能会有我们苏家老爷子的寿宴邀请函？你看看来我们苏家的哪个不是大富大贵？像你这种浑水摸鱼的，我见多了。还不是你这人怎么说话的呀？我穿这身怎么了？一群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！赶紧滚啊！别给我动手！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你这死骗子！大家快看看呢，就是这个骗子，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蒙蔽了我们家老爷子，现在又跑到寿宴上来行骗，还在这卖钟，这不是咒老爷子死吗？我看呢，他就是其心可诛。没错，爸，我看他呀，根本就不是来祝寿的，就是来捣乱的，说不定和上次一样，又弄了什么邪术。保安，赶紧把他抓起来呀！原来是个骗子，太过分了！这苏老大好的日子跑来捣乱，赶紧抓起来送警察局！哎，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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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是苏远山的贵客！住手！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有事儿，没事了。我不是叫你来参加寿宴吗？你怎么摆上摊了？一言难尽，一言难尽。苏清婉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当着所有宾客的面解释解释，你请这个人来，是不是故意给爷爷添堵？是不是想祝爷爷早点死，你好趁机揽权？你的心肠怎么这么恶毒啊？姐，你这件事儿做的也太难看了吧！就算爷爷之前偏心你，你也不能用这种手段呀！找个骗子拿个破闹钟来恶心人呀！不会吧？苏总看起来不像这种人啊！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这为了家产呀，什么事儿干不出来？哼，
在寿宴上搞这套也太急了吧！够了！刘先生是我请来的客人，所有的责任我来负。他的行为我会向爷爷解释，轮不到你们说三道四。解释？哼，你怎么解释？解释这送终是什么意思？苏静文，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呀？你跟这骗子就是一伙的，你就是存心来找晦气的，还愣着干嘛呀？还不赶紧把他们两个轰出去，别脏了苏家的地方！我看这个。苏先生，这东西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这闹钟是不是骗人的，是不是晦气，也不是你说的算。至于我跟苏小姐是不是一伙的，至少苏小姐的为人比你们这些背后捅刀子、伪造遗嘱的人要光明正大。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，还愣着干嘛呀？把这骗子赶紧给我赶出去！要是影响了老爷子寿宴，你们几个就给我收拾东西滚蛋！吵什么呢？啊！哎呀，小刘，你总算来了，我等了你半天了。上次都没有机会当面道谢，这次一定让我好好尽一下地主之谊。苏总客气了，之前那都是顺手的事儿。哎，你们怎么回事？小刘来了都不知道，赶紧把人家请进去。爸，他就是来捣乱的。你看，他都带了些什么过来？闹钟啊，这不诚心想咒你吗？爷爷，你死定了！爷爷，刘先生他不是这个意思，他是给您来贺寿的。苏清婉，你还敢护着他呀？在老爷子80寿宴的大喜日子，这叫贺寿？这分明是诅咒，是丧钟啊！诸位，快评评理呀！我们苏家真是不知道造了什么孽，出了这么一个蛇蝎心肠、吃里扒外的后辈。老爷子平时可是对他最好了，集团都交给他打理，他倒好，他就是这么回报老爷子的呀。这还用说吗？姐姐她肯定是看爷爷活得太长了，还挡了他的财路吧。上次爷爷病重，他就没赶上见爷爷最后一面，这次倒好，直接带着人来送终了，这心思歹毒呀！你们血口喷人！血口喷人？哼！那你当着所有叔伯长辈的面解释清楚，你为什么要带这个死骗子来？为什么允许他在寿宴门口摆这种东西？是不是你们早就串通好的？是不是想用这种龌龊的手段把老爷子气出什么好歹，你好彻底霸占苏氏集团？就是呀，爸，你快看看，你这一手养大的好孙女，就是这么回报您的。够了，都给我闭嘴！小刘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他怎么可能害我呢？小刘啊，这闹钟该不会和上次你卖的寿材和炸鸡一样，有什么特殊能力吧？苏老爷子，我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这的确是个闹钟，但并非普通的闹钟，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贺礼。它响起来并非噪音，而是生命的韵律。这至于效果嘛，您亲自买来试试不就好了？你怎么还在爷爷面前说那些神神叨叨的话？放心吧，可自有分寸。爸，你看他说的东西是什么话呀？这不是骗子是什么呀？要我说，你赶紧把他赶走算了，晦气得很。就是呀，爸，这骗子就应该拉出去当场打死得了，还骗到您的头上来了。闭嘴！我还没老糊涂呢。小刘卖的东西肯定非凡，我倒要看看这闹钟的效果有多好。好，小刘，就这个我要了。好嘞，陈慧。恭喜宿主首单交易成功，奖励寿命120小时，剩余寿命81天8小时20分。哎，也不知道苏老爷子被这小子下了什么迷魂汤，8888888的闹钟他都信。 。
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用这副眼光看着我？爷爷，你的脸还有头发，我这是变年轻了。苏老爷子，这份寿礼还算满意，这寿终朝民还算是名副其实。满意，太满意了。小刘啊，不，刘大师，大恩不言谢。从今以后，您就是我苏家的大恩人，您的事儿就是我苏远山的事儿。这，叫我小刘就行了。天哪，我看到了什么？返老还童？这不是特效，这不是魔术，是真的。神仙，那闹钟是神仙界，那个年轻人是神仙。888万，值，太值了，这是无价之宝啊！老板，卖给我。卖给我，下一个卖给我，我出100万，不，200万，别就想买，滚开！我出300万，别，500万，我出500万，甲骨兵们继续死无续命啊！别急，一个一个来。老板，卖给我，下一个卖给我。不好意思啊，这现在就剩这最后一个了。怎么会没了？大师，求求您再做一个吧，我可以等，我可以预付全款。大师，求您再做一个吧，我可以付1半的家产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卖出20个闹钟，奖励额外收入5亿元，癌细胞扩散率降低50%，剩余寿命176天8小时15分。我靠！5亿，发财了！寿宴快开始了，我们快过去吧。啊，走啊！苏总、苏小姐，这时候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要不我派专车送你吧？不用，我正好一个人散散步，我就先回了。再见，苏总。再见，苏小姐。怎么，看上那小子了？人还没走远，去送送吧。爷爷，你说什么呢？不理你了。我还不了解你吗？想送就去送，趁人还没走远。去吧。刘先生，请稍等一下。苏小姐，还有什么事情吗？今天真的特别感谢你，我从未见过爷爷如此开心过，如此充满活力。举手之劳，爷爷开心就好。这对你来说或许是举手之劳，但是对我们苏家来说，意味着太多。你不仅救了爷爷，还让我看清了许多，避免了一个家分崩离析。我知道你身上有很多秘密，那些家传手艺也绝非寻常。我不会问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无论你是谁，无论你从哪里来，你都是我苏清婉，是我们苏家这辈子最大的恩人。苏小姐，你不用一直把恩人放在嘴边。其实我觉得，我们能相遇，也是一种缘分。毕竟，不是谁都能在医院门口遇到一个卖棺材的，还能鼓起勇气买下来的。是啊，那大概是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，但也是最正确的一次消费了。我送你一下吧。谢了。我到了，地方有点简陋，我就不请苏小姐上去坐了。刘鑫，我以后可以直接叫你的名字吗？当然可以啊。
那你以后就叫我青婉。我们现在算是朋友了吗？当然。那作为朋友，明天周末我知道一家餐厅的菜品特别好吃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空？就当做是庆祝爷爷康复，也庆祝我们成为朋友。好啊。那我给你发地址，我们明天见。明天见。爸，你看爷爷那样子，头发黑了，皱纹没了，走路带风，现在说他50岁都有人信呀，这还怎么等呀？再等下去，苏清婉在集团的位置就要坐稳了，到时候还会有我们好果子吃吗？就是呀，本来想等那个老东西死了以后，我们还能凭着他的遗嘱争一争，现在倒好，他活得比我们还精神。苏清婉那个小贱人，不知道从哪弄来个野小子，竟然这么有本事！不能再等了，必须尽快除掉苏清婉。没了他，老爷子年纪大了，苏氏集团还是我们的。怎么除啊？找人做了他。我认识黑龙会一个堂主，刀疤强，他手底下亡命徒多的是，只要钱给够，保证做得干净利落。说起来，上次去你家楼下，你家那栋房子应该有些年头了吧？邻居们有趣吗？是挺老的楼了，隔音不好。楼上呢住了个年轻夫妻，偶尔会吵架，不过第二天准和好。哎呀，这楼下的大爷每天早上雷打不动拉二胡，我之前还觉得吵，后面居然还习惯了。听起来很有趣啊！唉，比我家那个冷冰冰的大房子啊，有人气儿多了。哎呀，各有各的好嘛。这安静有安静的好处，热闹有热闹的滋味。不过，苏小姐如果想体验一下热闹的话，下次可以过来听这大爷拉二胡，保证让你提神醒脑。那说好了，下次一定去拜访。没想到你也喜欢听这个。以前得癌症住院的时候，只能靠听这个音乐打发时间。都会好的，都会过去的。都会好的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。呀，这不是刘星吗？呀，这不是刘星吗？可以啊，刘星，从哪儿找的演员？租这么一身好行头，跑来这种高级餐厅装大款泡妞，套路还是没变。可惜啊，假的就是假的。诺拉，这个就是你那个穷鬼前男友吧？果然一副穷酸样。来这种餐厅吃饭，恐怕要攒好几个工资吧？我们在吃饭，我不希望被打扰。打扰？刘鑫，你装什么大尾巴狼？你知道这里人均消费多少吗？是你这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该来的地方吗？别到时候付不起钱，被保安赶出去，那才叫丢人现眼。小子，看在娜娜的面子上，这顿饭我请了。来完前赶紧带着你的女伴滚蛋，
别按我的脸拉低餐厅的档次。没事儿，我自己付得起。两位贵宾晚上好，打扰一下，本店今日恰好空运到一批顶级鱼子酱，数量极其有限，仅此一盒，不知二位是否有兴趣品尝一下？拿上来吧。亲爱的，人家也想要。经理，这个罐鱼子酱我要了，直接开个价吧。抱歉先生，按照规定需要小小竞拍一下。100万够了吗？某些人恐怕连鱼子酱什么味道都没闻过吧，就只能看着了。200万。什么？刘星，你疯了？你哪来的200万？别在这里打肿脸充胖子！哎呦，还敢跟呀？穷鬼装什么大款？300万，小子，跟我比有钱，你配啊？600万，接下来无论出多少，我都出双倍。刘星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？刘星没有必要花这么多钱，要不……没事，我看你感兴趣，拍下来给你尝尝。老子出700万！经理，我怀疑他根本就没有钱，在这恶意竞拍，我要求验资。这位先生，您看能否验一下您卡里的余额？小意思，随便验。还有什么好验的？就这穷酸样，他根本就拿不出来钱。经理，我警告你，我可是赵氏集团的少爷，你们这酒店还想不想开了？赶紧把他赶出去，这鱼子酱归我了。对，轰他们出去！坤哥可是这里的 VIP。抱歉，二位，能否请你们？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就是总经理是吧？来的正好，这2位在这恶意竞拍扰乱秩序，赶紧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，否则我赵氏饶不了你。愣着干什么？没听到我家亲爱的说的话吗？你们这家餐厅怎么回事？还不赶紧把人赶出去！苏总，您大驾光临，怎么也不提前通知一声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苏青婉，苏氏集团的总裁。这家餐厅，我家的。苏青婉，完了完了，我怎么惹到这位祖宗了？苏总，对不起，我有点无助，我滚！哎，我这就滚。苏总，你慢用。下去吧。哎，这跟你吃顿饭，真是刺激不断。可能我天生自带麻烦体质。哎，不过刚才谢谢苏小姐又替我解围了。彼此彼此嘛。刘先生不是也为我拍下了天下鱼子酱？干杯！你们想干什么？苏大小姐，有人花高价请你去个地方聊聊。至于你这男朋友，要怪就怪他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。兄弟们，动手，麻利点！我回去。别过来！别打了！我求你们别打了！
人打的，把他们两个绑起来带走。苏大爷，真是我见犹怜啊！拿开你脏手，放开他！还恨！刘星，刘星，你们不要再打他了！你有什么事情冲我来，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。行了，送他们两个上路吧，手脚干净点。那，刘星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刘星，不要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大人，大人，是小的有眼无珠，是小的不认识你，是小的不知道你的身份，求求你大人，你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给大人送跑！刘星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钱？啊，不要钱。你们是黑龙会的啊？谁派你们来的？这苏明远，我给你们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你现在打电话叫他过来，就说事情办成了，要他们亲自来验收。是，小的现在就打，现在就打。是，小的现在就打，现在就打。也不知道刀疤强事情做得怎么样了。喂，人已经抓到了，在晨曦的废旧工厂，你要不亲自过来看看？好啊，我马上到。大人，好了，你走，你。走。终于解决掉了那个贱人和他的野男人。刀疤强，你他妈敢耍我！把他给我围起来！别过来！苏明远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让我死吗？动用黑龙会绑架、杀人灭口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，好歹毒的心肠！文文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闭嘴！你不配叫我的名字。今天发生的一切，我会一字不落地告诉你。从今天起，苏家将没有你的立足之地，你等着被清算。全他妈完了！大人！你醒了，你别乱动，伤口还疼不疼？渴不渴？要不要喝水？要不要我帮你叫医生？哎，我没事儿，你别担心我，我命硬着呢。倒是你，
对不起啊，又让你担心了。你等很久了吧？没有很久，你没事就好。刘鑫，对不起，你一定很疼吧？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，你也不会。好了，别这么说，保护你，我心甘情愿。看到你没事儿，我这伤受的值了。心甘情愿，值得。刘鑫，我真的很害怕。你在我面前倒下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那么害怕过。我害怕失去你。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，也不知道你身上还有多少秘密，但是我不想骗自己了。我想陪着你，不只是以朋友的身份，也不只是以报恩对象的身份，我想以一个能站在你身边，面对所有人的身份陪着你。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？七婉，你很好，真的。我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女孩。可是我活不了多久了呀，我不能这么自私的耽误你。刘先生，奇迹呀！这简直是医学奇迹！您体内的癌细胞活性指数急剧下降，大面积坏死、凋亡，数据显示减少了超过90%，剩下的病灶完全处于可控范围。这意味着您的癌症完全可以彻底治好，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。你说什么？癌细胞减少90%，可以支援？七婉，你听到没有？我可以活过来了，我可以活过来了！七婉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又犯了犹豫的老毛病。你刚才说的话还算数吗？算数，永远算数。